学电脑真心塞，作者高家辉老师。阮爸母自我细汉的时就真疼我，因送我去补习班补心算、作文、英语甲电脑。会记诶，印象上深诶，就是去电脑补习班补电脑。迄时诶我才读国校5年尔，而且我自细汉就对电脑真有兴趣。我国校5年尔就会上网页设计课程，上课时我足专心，学着足侪电脑的知识，甲安怎设计网页。我做出来商品，竟然互老师学了，讲我设计了真好，会记诶。迄时的我互老师讲做了足赞，我是欢喜甲，因为迄时我犹阁细汉，所以我嘛甲别个囡仔共款，真爱耍。利用下课时间耍电脑的 game， 当我耍到足失败时，互老师讲：上课莫阁耍啊，顾老师念。毋过迄时我犹阁是一个囡仔尔，其实爱耍是件世上的代志。后来上6年，我着选 PPT 的课程上，而且迄时学着的物件竟然影响我到读大学。甚至是出社会，阿爸甲阿母开的钱，真正是无浪费。其实国中到高中，学校嘛有电脑课，毋过一礼拜才一节课，实在学无偌济。我伫学校学电脑，印象上深的，就是伫我14岁时，有一届上 PPT 的课，老师叫阮交 PPT 的作业。我是互老师学了上济，老师甲我的相片展互全班看，讲我做了偌好，拄偌好。老师讲的话对14岁的我来讲，是一个真大的鼓励，嘛互囡仔时代的我一种肯定。讲起来，学电脑趣味阁深刻，细汉的记忆正做我心中特别的回忆。刊伫台湾网报第368期，多谢大家。